家穷。我们等着弟弟，你妈是米公园单脚。多吃吃到有年多吃难了，挂着钱。我那年钱哪多？啊，写的你没人，就也是写打领养交钱，俺们家钱干那些你不够掉的，掐长弟弟大年嘛，俺就做完了了，年不得的，多着那送们。对面真的是90后的青春乡。Dalam cekiran kang doyu Simbagawe kecha shekuyu Simbagawe lusilinguyu Mani parki lemi titundi Gare gengi chegu chuare Mani tama chewe kumsedi Mani parki sui non jure Niki laga kitu Isim dikirang chingidu Niki la jambe sisi 당장 주무당자 주미기라가 이도 예신디기랑 진기도 니기라가 베지시 당장 주무당자 주没事了。点数。念给他的歌啥的写到地里下去啊，等吉他进啥多了，那我慢慢的回忆想起来高中时，哎呀，不知道。没事，但俺那年怕就注意了。我那时候没忙过修多了。哦，没事。再炸。自己点没事的。好。OK， 拜拜。拜拜。拜拜。这的속보에 나오다 이제 주는 약속이. 전다 같이 이제 제시는 약속을 말봐. Pending just your yes. 这里大家是群交很难做，稍微你这了底切住的，批住的。小姐姐你是哪里的？我是西藏拉萨的，拉萨林州的。我是西藏的，西藏等。推过去吧，推荐哪很难做，你通缉推荐哪？让家嘎了一辈子，家嘎没。我们好像是小学同学，好的。可以照顾一下我们吗？当然有在照顾呀，所以你看大家打的都是中文呀，对不对？普语的错不卡的哪说？你错不点名了的啥？大写别错，大娃个大写个写，安尼别的个错不，大写别错。第当那个大的大进个我呢，现在还得是老的的，按照老啥说呢，就生不赢的嘞，按照忙不嘛切不切，大娃写个那些，按照长不起个说啦。按你跟我呢想呢，你大娃的这听不叽的吧？按其实我都是明了，大写别错才是大于。你看那最近就错不点那了，最近俺做都是。人家都跟俺们最亲眼的，当我呢태동다 이제前的切差不多吧？你怕的。去年那边同大强说，俺们都前去，往这去上去。你不说拉萨的，还以为是哪国语言？对我说的是藏语。普通话标准怎样提升自己？多说多听不就好了？请问这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藏语。这次藏文高考怎么讲啊？看美剧对英语有帮助吗？有的，偏多有的有。是西藏大还是新疆大？这个其实这种公共的知识，这种很基础知识其实没必要问我，但是如果你要说的话是新疆大。听说你是强个的是，我当我那写水的是最长啊，写水了然强个那的是意思。你过里年我是没着，我强个那的嘛的，我强个连用语中用语，你我强的嘛的。你别家去强个的，强个录取的给了。你在哪里上学？我上海的语。
你可以去抢个色，抢下现在你看过来。怎么加入？是可能就用推广难说。你我都是到话机里听不见嘛？现在可能就稍微你这送在听不见，现在我呢老对起老对了，还得是那个就老对起你们记里车上老呀嘛吧？可里这些你们记了小里碟子，要么呢就这就用这，这是了。那少到话机那其实当下那2个月内这，老不准几个月内这，可里内来拉不着内这吧？来几个月内。车上老给人家是中国的吧？人家来开始人家是大家是稍微记得紧着呢，那人家老不对来老嘛啥些，太东西对来。老久老不对的，这个老啥不算是个吧？这种到话机里看到就推出来这样的啦，还是来老的，你看到就来老。那说那么多太东西都看到是冬天没女年着呢，我来连买啥巧了，开始冬天人特别讲给压过去的，俺老不对我两个人用错，人家就穷，老不对的被压过去的，人家是了，你当年的也给了我呢，人家新个的吧？我们老不对人家就不知道，老不对的我呢压过人家些不知道，上周来样，在米线白了老不对的顶脚巧了吧？其实我都是要不是都是的，我等到赔给太多都是给不了多啊，第我两个就开的钱那里把搞钱。开始是理解了赔给太多的，人家给不了明年钱的靠不，但到来人家是赔给太多，有的是都是买 keep 着的，人家是他钱没多啊，其实还可能两个呀，那你跟着我那有事想一点呢，关注推广，真听不懂啊。对你应该听不懂，因为我说的是藏语，不好意思。好多事的工作，你等到吃完了哦，俺就等到刚么你去这些店里就这边行的。你在泰国没有？藏语怎么直播可以弄？讲得非常的动人噻，推荐哪了，一句也没听懂，不好意思，讲得真好看，推荐哪了。这个年代是这类似偏不来的，顶个都管俺最偏不会对俺当有许多电影没记录，就看到是样子就行演的。这就给我了不啦？那开始连好我们都干了。听说偏北米其实讲不给我的，那些大老板其实老偏北米的噻。你现在来偏北米讲不给我的，长得真好看，快跟我说谢谢你。Where are you, Pimple girl? 拉着我嘞。你在上海读研吗？这。新竹了么？老人你不落得有可能种。新竹了么？老人你不？俺这是练不多，你是练不多。你这是吧？啥鸡的这？看了呀嘞。高中的那里了，天津的，的那小学的苏州小学呢，苏州小学那里，看到最好回呗，苏州小学是那偏北小学，你偏北录中了吧？苏州小学是呢，的那跟那莫镇的那里，西安长巴第一中学呢，的那呀高中开的是呢长巴高中天津第2南开中学，大学本科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在华东政法大学。我都没都被幸福口服的噻，推荐了，只好看那些。2南开150啦，5走，要不就钱不2南开就不晓得，我都是那种，像欧美一样是推荐哪。我那不知道你多少个出去的，现在找不起钱多呀，我是不是多？我到水那点那里，你知道吗？的，这里我那西皮出下上班讲嘛的，你那里可最连马不得去。但是考完要上，但是拉不着用。西给不都是推荐呢？春线比俺米不吃的我得吃，可是你吃都拿过的的话，可是呢，下不过拿嘛呗，俺吃的出去了，人家拿过的，现在米不吃的我了，去年也不是多，那么有个人家出去的给吃上了的吃大学下，因为我那现在生气才大学下，好耶。看那老家路过了吧，这里东西带不见不多。有些像舒淇也好看，谢谢，推荐拿了沙画藏族的，可不在这边加上，可不在嘛的，
粉底液推荐起男单啥？粉底液的才女比较大名。你声音呢？就是我那天个的录下去的，你天个的那录下，等到天个的干那。太多那种没用过的噻，没但是用的也罢，新的个新的个用过。你忙过用的了，这个我的这个点了吧？没有化妆那么好看，我那都化妆现在那不得了的噻，都讲了。我什么专门去搞化妆么？什么去群众钱呢？啊，什么专门去搞化妆的呗？然后就偏不宝宝的，我也碰不了他的大陆新主了嘛，直接掉的噻，类似，了，你其他朋友已经有两个点给或者的，年了就是没得去。听说我这偏宝新主了么或者单表我那以前的细节的下，其他个我们乱那张，我那新主这就约不到，所以老种等到也刚了去咱年300或者年了我那，所以老种的这气味不接下。可能是那顶上去做那了，没忙不起来这弄没，但顶上老种现在那个那肉名都，我那可是老种嘛现在这下，这路多，那人家说的让所以那边那去啊，弄那让西对来两多家的我的。哦，那是了。东南大学啊，那你别活动了，要不的。粉底也是5号色，加欧美妆吃的轻微呗，欧美妆是那听到最这是呗看嘞，什么人够钱的呢呀，人够吃的呢，这老了。等到什么专门的忙不就把子顶着是呗，这年龄当然人不拿，可是那这里当无关切成群居的，没群居，农工群居，看群居这里，欧美妆是切成全部着光嘛呗。是新疆话吗？我说的是西藏话。才女几号色呀，宝宝？我用的是才女的5号色。在哪块看的很这吃饱，就是有一个贴纸，这个夹，可东北的给没呗？的吃那个的没呗？的直接那个东北的给都是的，那我都是过不着吧？我都是。说他们那个讲普通话多好。偏不肯定的是，偏不现实那点。我讲下给那一让钱给那位老师的，嗨，没有人，你拿吧。钱给那卡里宾家的是，给那这兴趣。推荐哪套吧？咱在纽约里边是，咱在纽约里面了，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吗？没有，我不在上海复旦大学，我本科在上海财经大学，现在在华东政法大学。有点卡啥不对。推荐哪？推过去不推荐哪？企业那边主要给自己预备是，但没还得是那年了啊，的新主了么的年代了不是吧？俺给自己嘛不让么老年嘞，但年了老年送，但都自行准备，老年嘞但企业了怕老年也不让不老呢。还是让我们送，但都你这自己是啥没？上次那个 Australia 没？说不的哎。说不的话，说是Australia是年印啥的，呢，印生的，可能是马上印这亚本这就通的话，呢，马上Australia了就在的，因为那么印这开来很多就嘎的，年是年的给我好过样么多。其他也会给我多少，推荐哪，知道了，推荐哪。类似亚裔妆或者美式辣妹妆可以啊，下次我会请化妆师画，然后最近多直播姐姐听到就对得到的。要么多哎。我让那个化妆师画亚裔妆的这。推荐哪？但是我的可是的才女个题。粉底液，听到做粉底液当真，但是贴个的贴中的嘎巴的程度，你们的什么那些年了会的就好的啥，审核。
你的人口界限，俺说没的，的分的的给你的录下哇。土城的那里是，俺土城的那里天津第二南高中学。俺说的可多过的是，打到啊就接了，俺老不团队打过呀的。他对，人家不是都行，俺当不得动我那刚没人同学。他的台中当这就来生没呗，看那路被加路的，但那人他当都空不下。那你的审美一般吗？能比老对都有呗，上老对都有，老对。你看那种养猪车，开始参张我那叔叔洗个来，这4000车，就车了给不起烂的，你是那就把价格那不见买不到，这那老对老大，我呢，看老对老大把零价不这个，太太累去，我这去的。可把的大概的比较像大概的，这都对我呢，就是你什么 Q 是中的，你老对但我呢让他推荐养多都是去那些猪一边那话去。让个屋的来呀嘛，都是呀，但马路的，现在让个就是那玩用呗，那玩叫的。但那么用呢，都还把4000这那钱几块的，大概的，这忙不给我带钱吧？你俺这弄没呗，什么的个？我说的是藏语，我说的是藏语。叽里咕噜说什么呢？没偷骂我2句吧？没有，我在说藏语直播，不好意思啊。我说的是藏语直播，对。而且起来还来了，在管理那个人说藏语是不是所有藏族人都能？对，所以就是我真的不是说刻意的不说中文，宝宝们，我真的是因为我直播间粉丝也大部分都是藏族的，然后而且有很多他们听不懂中文，所以我就用藏语来直播，而且现在平台也可以藏语直播，平台也会非常鼓励大家藏语直播，而且我可以分享，我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藏语听着是什么样的，对吧？我就觉得挺好的。好漂亮，谢谢。而且这个对不是，我这对。而且老快个了，这前面是。这大家子这里听过。而且老对开始是顶脚是的啥？老对，他南屯开里头的顶脚去了呗。皮老对的，这那就接了操的说年的，到我记了听不见皮老对伢多的，这是怕就甚至的这这边给的台东西说年的，你看咱操管那老了偏那是，你这一个套了那比较像SIM卡套了的，所看着说了，所给这个套了也给的，这主要那老对了嘛，我是觉得人操管那就是当个领导。小姑娘，然后呢，要不就都等到嘛给到他们就去江苏，俺嘞，你看俺不过来我那的要不是就别的嘞，俺来小学呢就在给拿钱不是吧？他说我呢就我中意住给拿了钱去，等到我看到说伢们就瞧我，老对啥就老对没呗，这就叫嘛的，老对是点么对啊，在这里弄呢，老对的呢，还是冷的嘞，你都瞧我，老对的呢，还是冷的嘞，你都苏不个讲，我这什么样嘛的。开始那老对啥的嘞，全个说的是没那个做的，没那个什么套里那着，没让给什么单单那着，没讲的，很几套呢，这这个说嘛的，现在看到就老对是的吧，所以什么没起不起，老对的老对的俺这个单，老对的开始说呢，有啊，类似，这些什老对老年呢，看到说我那偏不讲嘛的，其实老对没呗，所以什么的起，老对的老。那没那个搭档，这就是多啊，没那个吃话的这是能比这是真个多啊。我这是这老没些，都是可能他对俺那个就只讲过上对老对的老那的吃大去不是，加上我那现在太功利了。这就长得高级，像不在国内的感觉是吧？推荐了，能不能说普通话可以啊？但是我直播间有些人他就是不太会那个听得懂中文，所以我就是用藏语直播。我们听不懂怎么办？不好意思，因为我的赛道就是藏语直播。主播听说你一直在内地读书，今年24岁，老家是拉萨林州的是吗？对，就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嘛，对。印度吗？不对，藏语难吗？不难，不难啊。你看，就是说汉语的话，就有些人真的是听不懂，所以就是说藏语。那这个咱们这念不够读是啊，
推荐呢，然后名 Doris 好的是，但你印记名 Doris 应该可以，可是对他途径这个的，所以说印记名的是大家印刷沟通没呗，俺对的 Doris 是大年了，可是 Doris 是那家跟我那些的说是啦，不跟我那些呢，家族老大，家族老大意思，俺也别名了，我都是家族说的。ani nga re babe lakta re sha samya jwa ni so Doris 大批我都是的在这人格还得我那些个要多少都是俺 ENFP 的 ENTP 的直接你说我的榜样推荐了是吧你知道我那这样多好，这样听着各个藏区的方言都听得懂了被没事个要不拿送呢，要不送拿送。可是那俺对面的看别米可些个嘞，他我年度苦们都是，今天啥我你这些年到苦的，我那现在苦一啥，要不是苦一啥，车上我得来年米预计的，陪给车上路，就陪你车上路没呗。这些个得是得讲的，开连车，俺们就车上路那些个讲的，俺们就怕就陪你米突我那价格就不要给那种这领嘛的，那当这嘞。领嘛的，这顶上就看不到，俺都在按照他拍最拍个就对，还蛮好吃些。你价格要求的话，我的钱多的，那些个忙子讲，听到就忙子年纪的，要不我那钱呢，就给一斤，好可不钱。但看那个那些个没那么大的，那些个年。俺来当年那些个苦力上不吧，俺就怕就给些的，价格有轻嘛的，你来相对个啥，看别个的，俺都给10几年个，但马混的来10几年轻没呗，俺这去，西藏语嘛，广东人表示完全听不懂，对，因为是完全的不一样的一个语言。到工作节的俺土姑娘说啊，推荐错的，这个了这，接着，这牙签的夹皮擦去。俺土姑娘是可能做，土姑娘炒过猪骨的猪，你来的通过去了吧？那个人，看到我是人呐啊。对，我是人呐。你大个人按这的钱，是你拿多少天东西，没红的几千天东西，看到做咱们上海的多少个错的的人家们就巧。那我开心了，那我大概是你就听过的。你都现在可能做，你姐姐的土姑西那了，推荐了。你阿家啥？你，晚安。你给我去哭，我呢，就是对那给不到哭，是吧？小白牙轮对的433些没呗？就是俺这你就觉得啊么，你叫个小白牙轮对的，你叫10几给对没呗？就是对那给不到，那都泡沫，就是给这些，不会那就是对着。这你跟他说不要轮对的433这给不多，你就让俺自己过去啊，抖音的这些节目说啊，你答应我那种，拜拜，晚安。